节大家平安，咱做伙来吟诗，信诗136首，耶稣做咱牧者。耶稣做咱牧者，愿咱拢无害。好伫伊的形情，真难阮自在。咱应该着跟伊，我可以带路。无论经过旷野，还是踮草坡，耶稣做咱牧者，咱捌伊声音。细声来教示，感动咱的心。有时虽然责备，永远就慈悲。只有伊会带咱是属于伊。耶稣做咱牧者，为着牛来死，用所流的宝血，洗又搁清气。大家又有记号，是牧者较伊。若有主的关系，就属于本心。耶稣做咱牧者，可以手保护。灾难虽然极多，又阮伊照顾。经过是因山谷，黑暗只通行。咱着好大心情，第一阮同行。以西结书第29章一直到32章，是讲到有关埃及。其实对25章一直开始是连续7个国家，埃及是最后一个国家，也是偏服上长。当咱看到埃及最后的结局是一首哀歌，也是看到埃及的法老、埃及王，伊甲遮个列国的王，拢受带到伫阴间，伫迄个所在，无法度来得到逃脱，因为上帝要审判。对今日咱要进入新的一段是33章。一直到39章，拢总有7章的篇幅。这7章会当讲是以西结的一个第4个部分。对第一段以西结的少年的受调，第二段是对第4章到24章是对犹大耶路撒冷的预言，第3段是25到32是针对列国。对第4段是以色列的复兴，嘛是以西结书会当对黑暗。进入光明的开始。今日咱要看的第33章的前半段，是讲上帝设立以西结来做守望者，然后上帝搁一摆来重复做一个守望者，伊会爱负的责任。咱做伙来看今日这段的圣经节。上主对我讲：恁主啊，着甲你的同胞讲，我互一个国家拄着战乱。迄个国家的人民，就对因中间选一个人做守望者。守望者看到对敌北军，就分扫甲警告人民。若有人听到扫甲的声，毋久无警觉，煞互对敌台视，伊就为家己的死负责任。伊听到扫甲的声，毋久无警觉，伊就为家己的死负责任。伊若受警戒，就会当救家己的性命。守望者看到对敌北军，若无分扫甲，直到人民毋知通警戒，
煞互有人互对敌刣死，就是讲迄个人有罪该死，我嘛爱守望者为着迄个人的死负责任。伫以西结书的第3章，上帝就已经有调先知以西结来做一个守望者。总是伫第3章的时阵，上帝爱以西结做守望者，是对于个人私底下所讲的。这也是伫先知以西结伊拄受呼召的时，受了的即个第5年，大约是以西结30岁左右。但是咱若会看到33章，会当讲，这大约是伫先知以西结已经受了的第12年左右就是7年以后。总是即届上帝爱以西结来做守望者，这毋是只有私底下对伊讲的，会当讲上帝要来呼召以西结做一个公开的守望者。所以1节到6节，上帝来讲一个守望者，一般照国家，照一个军队也好，拢有即个守望者受选出来，伊就是爱来警戒。即个守望者伊有责任，因为伊若困去，伊若无通知、无警告大家袂赴走，就算讲家己迄个人有罪，死个人死有余辜，但是上帝嘛爱追讨即个守望者的罪。但是即个守望者，伊若有完成伊的工作，伊就毋免负责任了。第7节，恁主当我指派你做以色列人民的守望者，你就将我甲你讲警告的话甲因讲。若是我宣布某一个邪恶的人一定着死，你却无去甲伊警告，劝伊改邪归正。这个人虽然嘛会因为家己的罪来死，毋过我要对你追究伊死的责任。你若有警告迄个人毋通继续做歹，毋过伊无要改邪归正，伊会因为家己的罪死，伊的死你毋免负责任。所以第7节遮，咱看见上帝甲以西结呼召，爱伊设立伊做一个守望者，守望者是公开，然后是对全以色列的人、全以色列家。所以即个守望者的工作，就是爱警告，因为过来若有遮危险的来顺，上帝一定会通过以西结，互大家知影。以西结伊就爱忠心来交办上帝所托付伊的。第10节，上主对我讲：恁主以色列人捌讲，阮的罪甲过失亲像重担甲阮地地，阮因为安尼失志衰懒，毋知要安怎活落去。你着甲因讲，我志愿的上主指家己的活命立誓。我毋爱歹人死亡，爱因离开歹路来得到活命。以色列人恁着悔改，活倒转，离开邪恶的行为。恁哪会要找死咧？上帝爱即个以西结做守望者，其实就是爱因活倒转，好好讲回转，离开恶道吧。上帝爱因悔改，这伫以西结书的第14章、18章，咱拢有看到上帝把安尼来呼吁。14章、18章，拢是上帝在审判犹大的即个过程的中间，但是上帝嘛有来指出，伊真正是互遮的人民、互遮的君王、互遮的祭司、互遮的先知机会。这就是上帝要救因，但是因煞拒绝，所以上帝可肯，那会着爱找死呢？12节，所以恁主着甲你的同胞讲，义人犯罪，伊早前做好事，未救伊；歹人悔改，伊早前做歹，未互伊灭亡。义人犯罪，伊早前的好行为，未互伊得到活命。我对义人讲，你一定会活。毋过伊若靠家己的好行为煞开始犯罪，伊所有的好行为
我袂甲伊记得，伊会因为伊所做的歹来死。我捌对歹人讲，你一定会死。毋过，伊若悔改离开歹，做公平正义的事，譬如讲，将伊偷来也是别人抵押的物件还互原主，遵守性命的律法，无搁做歹，伊一定会得到性命，袂死。我袂甲伊任何的罪记得，伊要因为所做公平正义的事，性命得到保存。对12节到18节、16节，咱才看到上帝的期待，就是义人爱继续来持守伊甲上帝的公义，歹人就爱回转，就爱悔改，来离开歹路，就爱登到上帝面前，安尼就当得到活。所以咱嘛看到伫这段中间，上帝毋是用一个人做好做歹来决定一个人是毋是会受刑罚，无受刑罚。上帝毋是靠行为，上帝是靠信心。这个信心就是伊是毋是信靠上帝的话，伊是毋是要来轻调甲主的关系。所以义人是指甲上帝有正确合宜的关系，righteousness 是一个正确的关系。这个罪人就是失去这个甲上帝正确的关系，所以伊袂当找到救主，伊袂当找到上帝的帮助。所以上帝爱以色列来做一个守望者，这个守望者爱去对以色列全家来警告，爱离开歹，选择好。离开这个灭亡，就要选择这个性命。所以上帝伊毋是看过去那定，上帝是现在持续进行式。上帝是一直爱人行正路，回转归向伊。所以得救毋是过去得救，是现在得救。过去得救，现在得救，将来永远得救。现在持续进行式，这个是爱继续不断来维持甲上帝关系。17节，你的同胞讲，主安尼处理无公道，其实因才是无公道。义人无搁做好事，颠倒去做歹，因一定会因为安尼来死。歹人若悔改无搁做歹，做公平正义的事，伊要因为安尼保存性命。恁要得讲，主安尼处理无公道，以色列人啊，我要照恁逐个人的行为，甲恁审判。上帝审判人的行为，这个行为毋是做好甲做歹，这个行为是人听到上帝的话，听到上帝的呼吁，伊是毋是有来选择要来归向上帝？伊是毋是有要来回应，用信心来回应？这就是上帝的公平甲公义，毋是用做什么行为来决定，是人甲上帝之间的关系。今日这段的圣经33章的前半段的金句，我选16节。上帝讲，我袂甲伊任何的罪记得，伊要因为所做公平正义的事，性命得到保存。上帝要互人行伫公义，就是来通过耶稣基督，甲伊有正确和谐的关系。安尼，咱就当来得到活命，得到永远的性命。今日这段圣经，互我的学习感受，就是当上帝的愤怒受气，人犯罪，就要必须用满足上帝的公义，来互上帝的受气会当来刷，用满足上帝的公义，止息上帝的愤怒。但是当咱若看见上帝真正来刷伊的受气了后，人就当感受到上帝真正是满满的慈悲、怜悯甲疼痛。但是上帝讲一摆，讲两摆，也是伫历史上顶头来10摆、20摆，
伫旧约圣经、新约圣经，伫教会历史的中间，长命的人，伊知影看到这，伊就知爱离开上帝所仰恶的罪，爱轻调主。总是愚妄的人，就要继续甲罪恶做伙，但是最后是做伙甲罪恶入即个阴间，伫即个坟墓，伫即个灭亡的中间。亲像咱昨32章所看，埃及甲所有列国。遮个王、遮个统治者，因最后去的所在是永远的黑暗。今仔日是10月11，伫1138年，叙利亚的北部发生强烈的地震，即摆的地震造成23万人的即个失去性命。伫1922年10月11号，是咱台湾纵贯铁路海岸线全线来通车。今日10月11，是即个国际女孩日，咱的卫福部阁特别甲定做台湾女孩日即日的意义就是要来关心查某囡仔少女伊的身心发展甲权益无即个受到即个不平性别爱受到性别平等的对待，然后嘛爱来鼓励遮个孝女遮个姊妹发挥他们的才能和潜能今仔日犹原是青年牧区的退休会到今仔日伫宜兰的所在今日要去到日头城这3天犹原是即个双十的连续假日也求上帝看顾兄弟的即个休困也好出外也好都会当出入平安。今仔日祈祷要用彼得后书3章90。有人想讲主恩慈，伊答应要做的事，其实伊毋是伫恩慈，是伫容忍恁，无爱有人灭亡，爱逐个人拢悔改。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上帝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求上帝帮助咱，互咱做一个长命即个长命的人，听到上帝话，就知影上帝的心意，照上帝所爱去行，来行公义、心存怜悯、谦卑，甲上帝相较行，就要得到永远的冠冕。咱做伙来祈祷，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互阮通过耶稣基督上帝你的囝，互阮拢有即个福分，做通得到赦免，阮的不义会当得到撤销，阮会当因为主耶稣是伫价顶的功劳，来做天父的囝儿，会当来享受甲主亲近亲密的关系，也求主圣神帮助阮。会当来活出耶稣基督的疼，会当来甲世间的人来分享耶稣基督所享受活命的救恩，互阮会当来活出上帝你的恩典，来高举主你的名，也带领阮伫一日的中间，今仔日的时间，拢有主你甲阮同在，阮伫主面头前献上阮的恳求、祈祷、感恩，拢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罪名来求，阿门。咱做伙来吟圣诗236首，俄罗主的囝儿着俄罗。大日对出吟诗。
就是上帝，万下万国就是上帝，伊大阳光较野天甲地，俄勒主，俄勒主，俄勒主，俄勒阳光归上帝，啥人会亲像伊？何必真的正多个贵？何必真的正多个贵？互因平安，求伫伊形迹。俄勒主，俄勒主，俄勒主，主的听字着俄勒，俄勒主的听他。愿上主赐福你，保护你；愿上主的面会光照你，施恩互你；愿上主欢喜的面看你，赏赐你平安。阿门。